兩個青年喺鹿頸行山失蹤，消防搜索之後喺一個水潭底度揾到佢哋嘅遺體。兩具遺體由直升機送到附近嘅直升機坪，再由黑箱車送走。大批警員同埋消防員朝頭早開始到鹿頸南涌一帶搜索。現場消息話，兩個青年年約24、25歲，佢哋嘅屋企人分別喺凌晨同埋朝頭早報警，話兩個人星期日到南涌行山後失蹤。消防出動潛水拯救隊沿山澗上山，逐個水潭揾，最後喺一個8米深嘅水潭底發現佢哋嘅遺體。消防話兩個人着住泳褲，要驗屍確定死因。南涌喺新界嘅北部有多條山澗，包括著名嘅坪南石澗。南涌係熱門嘅行山地點，今次發生意外嘅就係沿住呢一道山路上去坪南石澗對落嘅其中一個水潭。警方安排失蹤青年嘅屋企人到場認屍。無線電視記者趙婉婷報道。